人开放买的电脑买把写过了，那几现在的手机要不穷，那提手机把这去了，放那个主了接触不行的了，那俺这个哎呀，你兄弟这个那个你帮你买的，我帮你买的，我老是你找你干的，说干的，就是我人上面接触到，但我们厂里面那些不是地方的。我启动，我自己弄这样上的项目搞我公布的，那对这个那些进度我在那北东的方，这没把上去，开发上去没有把这边的我全也是，那对这个什么这个电脑，实际两手人民看啥的，绝不可能是不有的，那手里有那个我弄的方便，我弄的写我都有双手嘛，那地方呢，我就有个我有点。些就是那个上面多少，那平时也就是说，现在我看到这个创意，咱们这个协会建筑创意是咱们这边大家有那搞到的都要搞到他这些的工作，主要是看的，忙上去工作，亲就忙了，三百斤的动的，下面简单说些话是吧？现在说的什么的，这些什么的，给这边的，我说的那些。学会技术嘛，以后的对吧？从这种方式，对吧？肯定是我们希望的。我那别希望一个，我那厂内的就厂内帮了特设备，那厂内那个问怎么弄了？那就弄到三级去了，那也行。就弄这提升的便利，下去的那也是全部是吧？那挺难的讲，那说是为节省是在那些没落去抽对这个杨家的，那就给了这就住的。那这他们以前把它光那边的地质地图呢，做切下去，我让他特别久，他天天到了街道路上了，他些新闻没那样，给路主就推测就小的大样的，光那边推荐我让他特别久，一上马去，但我那搞不过来，那这那这说书的，这假设这通过拉的马拉的，提定了实在是不要嘛的，看来是那他天天到了这路就是偏偏可能这种。你家兄弟有些的什么东西，那别说嘛，叔叔的轻松，那家家那过年，那叔叔的查三以那里，他们家没生以那里，也公办以那里，叔叔的过年家家了，听到了叔叔家家老外以那，那也是有钱了，结果了，叔叔的结果，叔叔家乡通过了那个多，听到现在家乡通过了那样，搞我过去人嘛都，我就家乡的几人多嘛都他真的是。看来那个上面全入嘛的，看来也那个这种家乡通过去，让人家过来，也是厂商建的，那看咱们这个建的，可是你那个的，我就提的那个，干嘛可惜就那么热，那地就很多就嘛就用的，家乡马上呢是就巧了，这个看也用嘛的，所以说给现在叫的家乡他就是把兰州也是的，羊头发把它也是的，这里有嘛的，所以说希望你写的了，这记得我呢他。我就写过来的开心，我印象嘛就我老跟着就等的，那就搞完工呢，就是写过来。那第一天呢，那娘子旁边他在那看了过来是那叔叔会推荐的电视剧，剧透的时候将来都打过来。接着我只能热心的东西送我，那推荐写吧写的，我把也写吧也是，那特别长了，没把它对不对？哪来的那都写了是这么多的。天那些刚刚没那么结束的，那就确实就是说这个来是，那确实碰上你个把那个当下下的，那个说你点么打的，说的那个怕人出来打的，说的那个，天天起就用我来是，确实碰上个把那，还往没想往上想的，确实老外出嘛，他看了也没得些的见过，没开始送的吧，我就想到这么去那边那看的送的是呢，恰恰去公把事完了，当年公把事过来嘛说。去公把三个来是，他那个主播一个来是，写个有老板主播讲主播来是，公把三个主播来是，看了三个主播讲过的话，讲当年公把三个的话是，平常些确实也是说两个人的，确实写了有个人嘛都，确实去拍个人，出这种那我都几个人，就把到那龙就有人看了那么真的，龙就有样的，我都讲他们不要嘛嘛，这些个电视剧的，上面前边的在这讲啥的。那既然通过学拍出来的，
这其实就各种各样的养活机器呢，你电视做遇到了家碰头，我电脑股有的，你通常你的千万你送我拿些，也比如就做片子就干些这些，你就家庭通报上那的马上那的，我呢厂内就他们帮我们特殊的第三代的就拿了也修头发的，你小的说那个车上衣裳的，干些这些拍过来嘛都单纯的，他个钱干的那就。别像某某修的，做了几单，做了几单，别像做了几单，某某修的就是干的，手手手捏的就是，上了几种的牛的就是干的，这三不是多的，结果也没嘛的。那就是结果的，马眼不用这个的，眼巴用这个，有时候人家什么点点嘛，都去几个点点嘛的话的，你去手就就是抢的，很热情，那就。当时做酒的南街边应那的，吃酒应那的，很热情，吃酒吧的很热情。他们嘛吃完什么，谁吃了酒了，也不去。学堂今年当就是来的，那些要不学堂过也就在去聊嘛的，就是送酒了，就是说底下的就聊，以前嘛你嘛就是前个就是年头嘛就那么那个嘛的，那是说啊看这几大家嘛你是不是？但看起身你得提升的平嘛是嘛来这确去聊嘛了，现在他现在不当，那可能但。农业比较的就准备当时来的就说其他的机会也蛮多的，我这里机会就那就给他也好当，我这里机会那就我们也过去，那国人也过去，我这里机会我说退休呢，就给了就机会给些什么的，那老板农业看前面来到了，我弄个家巧克力开起嘛，小的嘞，但哪怕上几辈就会切的，我说巧克力就营养的嘛，当我们那样。那些7、8的7分之降落，那提高面包的7分之3级降落3级的国内昂的就是推送级现在3级学到现在就过了就7个多，那就谈判那么的，那7分之了，就会他妈的有7分之了，掉下3级，这里7个人啥子，别像上面那个要了，这其实我也不考虑的，那就加些几个那么的说他妈嘛，但这里呢要嘛的，那别像。电厂现在的老，那就别像老你说就，家庭你就电厂的讲讲的，天天要嘛的，天天就在处的同志，然后呢，起点的说那上面个嘛，这电上面眼没有上面的钱，国人也不就过来，我天天去，那上面的就就是也不吹呀的，那就提起来能车上忙样样的，那天天的，也就给他们提交配药的，所的推荐的，忙那加工的，我天天去了去年的忙那加工推起去，那上嘛，那也过去这样的，那忙那个推起，他说。